組織碎化技術咧係一個嶄新嘅癌症治療技術。咁佢係利用咧呢個超聲波，一個高頻嘅超聲波咧，去產生一啲微細胞。咁而呢啲微細胞咧就可以能夠擊碎咗咧呢個癌細胞嘅。暫時嚟講咧，呢個超聲波組織碎化技術咧應用喺呢個肝癌上高，例如咧係一啲原發性嘅肝癌啦，又或者係一啲轉移性嘅肝癌，例如咧係大腸癌啊、胰臟癌啊、乳癌啊，擴散咗去肝臟嘅腫瘤咧，都可以應用呢個技術嘅。咁超聲波碎化技術咧就能夠做到一個咧所謂無創啦、冇輻射嘅治療。暫時嚟講咧，呢個技術咧就應用喺一班咧唔能夠做手術切除癌症嘅病人身上，亦都因為超聲波相對係一個比較溫和嘅能量啦，咁所以咧佢都冇一個劑量嘅限制，咁亦都係可以咧重複性咁樣使用嘅。咁所以尤其咧係對一啲多發性嘅肝腫瘤同埋咧啲復發性嘅肝腫瘤咧係有一個大嘅作用喺度嘅。嗱，咁始終一個咁嶄新嘅技術咧，我哋都希望透過研究咧係去確定佢嗰個效果嘅。咁我哋係首先咧就對我哋頭30位病人咧就進行呢個臨床嘅研究。咁我哋發覺咧就透過呢個超聲波組織碎化技術咧，我哋能夠咧好精準咁咧有超過95%嘅病人咧係能夠達到咧消滅腫瘤嗰個效果嘅。亦都同樣嘅時間咧嗰個副作用咧相對亦都比較低。大部分病人咧第二日咧亦都係可以咧已經出院咧係返屋企嘅。組織碎化技術咧係喺手術室度進行嘅。咁病人咧首先要進行全身麻醉啦，令到我哋嘅定位可以更加精準。喺手術嘅過程入邊咧，醫生咧首先會將一個特製嘅水膜放喺病人嘅上腹度，然後注入一啲特別嘅水啦。咁跟住咧，醫生咧就會操控一個機械臂，將一個超聲波嘅儀器放喺上腹腫瘤嘅位置，進行腫瘤嘅目標鎖定。醫生都會根據腫瘤嘅大細同埋位置去控制能量嘅強度啦，亦都會避過一啲重要嘅器官或者大嘅血管，以達到安全性。喺治療嘅過程入邊咧，高強度嘅聚焦超聲波咧就會集中喺腫瘤嘅位置，跟住就會產生一啲嘅微氣泡。咁而呢啲微氣泡咧喺不斷咁膨脹同埋縮細嘅過程入邊咧，就會機械化咁樣碎化同埋液體化咗呢啲腫瘤。喺實時嘅超聲波監管之下咧，醫生都會確保啲微氣泡嘅位置啦，同埋腫瘤嘅改變咧係合適，達到最佳嘅臨床理想嘅效果。視乎腫瘤嘅大細啦、腫瘤嘅位置啦，大部分病人咧其實咧只需要1至2個鐘嘅時間咧就可以完成個治療噶啦。其實大部分嘅病人咧只需要1次嘅治療咧就可以達到治療嘅效果。咁但係有啲病人如果腫瘤係比較多發性啦，或者腫瘤比較大咧，咁佢哋可能需要多1次嘅治療先可以更加理想。咁由於組織碎化技術咧係冇傷口啦，亦都係冇輻射，咁其實佢係可以重複性使用，所以亦都係非常理想咁可以配合其他治療啦，例如消融手術、電療啦、藥物治療，甚至開刀手術都可以一齊使用，令到臨床嘅效果更加理想。由於組織碎化技術係冇傷口啦，其實大部分病人咧相對嚟講個復原時間都比傳統嘅治療快嘅。某部分嘅病人咧可能會有輕微嘅上腹唔舒服啦，輕微嘅發燒或者係一啲比較類似感冒嘅症狀。不過咧，大部分嘅病人其實1至2日咧就可以出院㗎啦。喺手術之後咧，我哋會幫病人咧做一個磁力共振，以確保咧腫瘤係得以控制。咁我哋都會定期咧同病人咧跟進，確保咧佢嘅臨床效果係理想。我係喺2023年大約10月度確診咗肝癌嘅。嗰陣時驗到嘅係有2個，一個就係7.5 cm， 一個就係3點幾cm。加上咧嗰陣時就肝炎好嚴重，因為我係乙肝帶菌者，肝癌急性肝炎一齊嚟。跟住後尾換唔成肝話，因為我擴散咗咯。跟住喺公立醫院做咗半年嘅免疫治療，然之後咧就轉咗去做呢個大髀針。咁啊做咗1次之後咧，就開始急瘦啦，咁啊跌咗差唔多成50磅啦。第2針咧我就好辛苦啦，住咗10幾日院，咁啊又發燒又成。後尾新聞嗰度就知道咗有呢部組織碎化治療，所以我就去咗廣怡醫院見教授。我同屋企人商量過做翻呢個組織碎化治療，比較冇咁多副作用。我係禮拜6入院嘅，咁啊做完之後，第2日禮拜日晏晝就出咗院啦。真係唔同，一啲都唔同，亦都冇後遺症啦。我而家就開始冇嘢啦，過幾個月覆1次診，
我嘅癌指數係跌低於0.1，一切正常啦。結果出嚟嘅後果好滿意。有呢部組織碎化治療咧，肝癌人士咧應該係一個好大嘅好消息。就係因為佢能夠精準咁樣打擊個腫瘤。對於一啲腫瘤嗰個，譬如話佢個位置係靠近，譬如話一啲重要嘅血管啊、膽管啊，或者係腸臟嘅時候咧，佢哋能夠咧可以精準咁樣咧係去對準擊碎嘅腫瘤，而唔影響其他嘅器官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對比起其他治療嚟講咧，呢個超聲波組織碎化技術咧，的而且確咧係有一個優勝喺度。當我哋對呢個超聲波組織碎化技術喺肝癌嘅應用累積咗相當多嘅經驗之後咧，下一步咧，我哋就希望咧發展咧就喺呢個胰臟癌啦，同埋呢個腎癌嘅腫瘤身上嘅。咁再遠啲將來咧，可能咧都有機會咧喺前列腺癌啊，甚至乎乳癌嗰度應用。始終呢個係一個嶄新嘅技術啦，都知道咧癌症喺每個病人身上咧都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咧你問翻自己嘅醫生咧，係究竟個病情咧係適唔適合咧係應用呢個技術嘅。